每日進步1%，一年後有幾恐怖？心理學咧有一個叫1%嘅複利法則，足以改變你成個嘅人生軌跡。每日堅持進步1%，一年之後你會變強37.78倍。但係如果你每日偷懶退步1%咧，一年落嚟你剩低原本唔夠3% 嘅實力，就好似一粒種子咁樣，你每日咧默默咁樣生長少少，你最終咧會成為參天大樹。反而你每日偷懶放縱啦，妥協少少啫，你不知不覺咧你就會退回到原點，甚至越活越差。人生咧就唔係逼爆發力嘅，而係俾日復一日嘅堅持。你唔需要咧一下子好厲害，你只要今日比昨日好少少，日積月累之下咧，一年之後咧，你足以咧甩開你身邊好多人。你今日又進步咗1%未啊？